收到有觀眾提問，點解我隻搖搖拋咗落去之後會自動上返嚟，而唔係喺下面轉呢？等我用2分鐘講解下係咩原因導致啦。首先，可能因為長期嘅練習導致條搖搖繩變粗咗。嘗試一下每玩一陣就好似咁樣，解開手上嘅繩圈，拉一拉條繩，令到條繩變返鬆就 OK 啦。第二，可能係因為條搖搖繩打咗棘。正常嚟講，套喺啤令入邊嘅搖搖繩只有一個圈。如果你扭開隻搖搖之後，發現裏面多咗一層，或者打咗個棘，咁樣你就要將條搖搖繩解返開，重新綁過佢就冇問題啦。最後可能就係因為搖搖嘅本體有破裂，或者裏面粒啤令有損耗，咁樣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換過一隻搖搖，或者係換過粒啤令啦。希望呢條片能夠解答到你哋嘅問題。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！